姑姑总說是小公子，萬一是小公主呢？是個公主也好，像我們月兒一樣聰慧俊俏，但在姑姑看來，那孩兒必定是個公子。姑姑這話沒根據。怎會沒根據？姑姑夢裡頭看到的，明明是個小公子，粉雕玉琢一般，在宮裡跑來跑去，還跟我笑。月兒，這事兒實在拖不得的，無論為了誰，你都要早拿定主意才好。大王准我出宮了，我反倒是沒了主意。子歇我是一定要見的，但見了又能如何呢？你打算跟子歇走嗎？若没有这個孩子，你無需問我。但如今有了他，昨日大王突然應准你出宮，我心裡總是忐忑不安，覺得有些不對頭。此事隱瞞着大王，讓我如鯁在後。大王待我情深意重，我若不跟子歇走，會悔恨終生。但若跟了子歇走，恐怕又會愧疚畢生。我是替你害怕，此事若大王不知曉，倒也罷了，不然怎能輕易放手？大王，他若是對我狠心，我倒是坦然。姑姑，慧兒這兒有個畫謎，你能猜得出來嗎？這上面只畫了一群羊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你們從哪裡來的這個東西？一群羊，沒頭沒腦的。剛才我在交房店外面碰到一個面生的姑姑，她給的我這個畫謎，說若是猜不出，可以請八子和姑姑幫忙，定能知道謎底。我和慧兒想了很久都不得要領，所以來找夫人和姑姑。我看看。這竹籤很眼熟，好像是四方馆投注的竹籤。四方馆，這群羊一定是有數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隻羊，羊通祥，有吉祥之意。对啊，這一定是給八子和胎兒祈福的畫謎，三羊開泰嘛。不對啊，那畫3隻羊就夠了，畫那麼多隻羊幹嘛？那就不是吉祥之意，就是時辰了。時辰，午馬、未羊、申猴。15日未時。15日未時，做什麼呢？四方馆投注的竹籤。四方馆，說的是四方館。據報，公孫衍呢，正在遊說魏、趙、韓、燕、楚、齊6國君王合縱攻秦。公孫衍的口舌之功不可小覷，魏國就不要講了。齊國也算是始作俑者，趙、韓2國歷來與我大秦有領土之爭。楚國因失漢中，對我大秦仍耿耿於懷，而那燕王本就是昏庸無能之人，少給點好處就躍躍欲試。楚王貪婪，見小利而忘大義。上次我們放了他的幾十名將領，也算肯給他面子。燕王行事一貫朝三暮四，患得患失，對付他們，寡人有辦法。但眼下不僅他們，魏、趙、韓、齊4國也已成心腹之患。王兄說的是，先解決楚國和燕國的威脅，派我們在楚國的眼線
給晉上送去厚禮，讓他在楚王身邊放出些手段，再去信給孟嬴，讓他伺機而動，助母國一臂之力。臣弟就去辦。公孙衍，寡人没有看錯你，一怒而諸侯懼。臣弟擔憂的正是這個。公孫衍掀起的風浪足以驚動天下，諸國如果受了公孫衍的蠱惑，將會對我大秦形成圍攻之勢。臣弟打算去一趟函谷關，巡查那裡的關防。若是諸國攻打我們，定會從那裡開始。大王，芈八子來了。讓他进來。是。那臣弟告退了。好。拜见大王。寡人说过，你有孕在身，见我就免禮了。坐吧。謝大王。公孫衍對寡人和大秦怨恨難消，正游走於六國當中，打算聯合諸國攻打大秦。那不是要面臨一場惡戰？我大秦自建國以來，都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。寡人的父兄們不畏戰，寡人又何嘗畏戰？可是猛虎不敵群狼，秦國眼下會不會寡不敵眾？好在諸國君王從來都是各有算盤。公孫衍即使說服各諸侯同意出兵，但調動協調各國兵馬糧草，也非易事。大王這是在找什麼？有張齊國地圖，不知放到哪裡去了。臣妾幫大王找。自你有孕，很少到承明殿來。寡人的書簡奏章文書無人整理，亂得很。手邊的東西，轉眼就不見了。臣妾失職。也怪不得你。此刻你腹中的孩兒，